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风台渲染落目前，在台北的东南东方500多公里。天气象局表示，拜5到礼拜影响上明显，无排除明仔载就发布海上防台警报。基本工资审议会决定，明年基本工资增加到26400块，算点钟的1点钟会增加到176块。今中到中国有一台民间的无人机飞来到金门的西区禁止海空域，自首部队赶白走，就甲无人机射落来。今日风台渲染落目前等咧台北的东南东方500多公里的天顶，气象局表示，这拜5到礼拜风台对台湾的影响是上明显的。照目前的卡路甲北方款大势来看，无排除伫明仔载就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若准风台走向西边，也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扫尾船停伫港边，用锁加强固定。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下，风雨那么大那么细。这平常时在游客伫花莲附近海域观光上海岸的游艇，这一全部暂停营运，都是要做好防范风台准备。海上的海况变化很快很大，所以我们所有的赏鲸活动，我们暂时先取消。除了花莲，下晡台东的风影越来增强，富江渔港的海影已经胜过渔港的部分。今年第11号风台渲染路来得真紧，根据气象局的观测，目前风台是伫台北东南东方5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伊的强度甲暴风圈拢也有增强的趋势。无排除礼拜5早起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但是风台偏西边，暴风范围扩大，也有可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它的暴风半径则是有略微的扩大，从原本的220公里扩大到250公里。那预计台风在明后2天，大致上就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到后天会逐渐往北上，通过台湾东方的海面。气象局讲，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拜5、拜62天影响上明显，尤其是基隆、北海岸甲北部山区，爱注意激烈的大水和顶级的降雨。北部呢、东北部呢，开始都会有显著的这个雨势。那预计呢，这个其实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那礼拜5到礼拜6这2天是雨势最大的时候。另外，风台影响台南以北甲宜兰花莲地区有可能出现9级至10级的强阵风。气象专家表示，拜6、初3甲初4早起是风台上倚近台湾的时阵，要注意初4下晡风台才会慢慢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会今日召开会议，经过劳工住房政府学术界做伙讨论了后，就要决定明年基本工资一个月对25250块，起到26400块，算点钟的也会增加到1点钟176块。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6400元，时薪调整至176元。经过3点多钟讨论，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最后确定调悬明年度的基本工资月级甲时薪，月级25250块调悬到26400块，时薪是提悬到176块，起伏拢超过10%。约有175.21万名的劳工受惠，时薪调升预估约有57.46万名劳工受惠，2.92加1/2的这个 GDP 3.76，本来是26462抓一个整数就是26400。自蔡英文就任总统的2016年开始看，连同这摆会期在内，基本工资已经连续7年调升，月级是20800到26400块，调幅达到31.9%，时薪是为8至起到176，调幅是46.7%。劳动部指出，劳资双方拢认同物价起压力，所以调幅完全反映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毋过经济成长率，劳资有分享也有体谅。中基委出经所设定大概3%以下，最后也用4.6几、65%。政府将来的配套措施，我们建议能够予以放宽相关的规范，让更多实际受困的中小企业不要因为法规太多的限制，而实际上看得到吃不到。这个条文我们是不满意的，就在折中里面来谈。当然我们是希望应该是要达到整个应该基本工资要调到3万块啊。
上总指出，景气还未完全恢复，无适合调幅过关，烦恼后续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通膨，甚至是失业欠工等现象。乐团认为，结果虽然无满意，也是会当接受。另外，媒体询问26400块甲总统蔡英文捌讲过的起薪3万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对此，柯明春表示，大部分的少年人起薪拢用3万，未来也会互基本工资向这个目标迈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基本工资已经是连续7年拢有起，算点钟的明年会起到176块。那照这算点钟的来看，一工做8点钟，一个月做22工，大约会当增加1500块。国内餐饮业者表示，薪水起一寡也是会当接受，是因为目前还阁伫咧欠人爱甲员工留调的，几个条件拢比落计划阁较好。不过业者也讲，这物件起价压力大，人事成本啊阁再增加，经营的压力就会愈大咯。饮料好喽，要记得摇一下再喝哦。这间饮料店1点钟的薪水条件比即卖规定上加工资每点钟168块较悬，每点钟是170块起跳，上悬188块。店内这工作人员5专毕业了后，成绩头路即卖是全职工作，一个月2万5。房租、车贷、保险跟生活基本开销，大约是1万5上下。我觉得当然有调整、有涨幅就已经是很好了，因为你薪水涨，如果物价跟人涨，那对可能没有用，因为互相抵消了。每年时薪调到176块，不止民众感觉对业者来讲虽然只是起8块，不过因讲是每一个员工每个月可能要加负担将近1500，一年都要加16000以上。不过最近餐饮业欠人，为要找人，条件会比落计划较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成本上的压力啦。那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兼职人员人数很少，那说对整体来说成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有一个小时188块的时薪，那也希望借此留住好人才。不过有学生认为大台北地区物价水准高，而且最近通膨压力增加，干那靠3工收入无法度应付开销。如果要包含房租，可能要到2万块。在打工之余，可能还是需要家里有一些支出。我伫德国留学做3工人认为，台北物价无输欧美以及都市，不过时薪却少真多。对，在德国大概350吧，就台北物价其实也没有低到哪去，可以有个200。乐团呼吁时薪起到186块，才能实际反映经济成长。不过资方认为下半年明年经济恐惊衰退，最后时薪决定176块。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3875个本土病例，也有36人死亡，一个囡仔Miss C。有学者认为讲年底疫情应该是会当收煞，不过指挥中心认为病毒变化趋势甲变种，也是爱小心去面对。国内新冠疫情抑阁咧传，指挥中心宣布，初阁新增加33875例本土个案，死亡新增加36例。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2个20多岁女性，拢注满3剂疫苗，嘛无慢性病史。不过拢伫破病了后7天死亡，也新增一个儿童重症是Miss C。那分别是有出现败血性休克以及心肌炎的这个部分而过世。美国 FDA 宣布批准莫德纳加辉瑞新型次世代疫苗紧急使用许可，拢是会当预防 BA.4 甲 BA.5 的加强射。也互外界好奇，咱国是毋是会想要等这款疫苗，煞影响到规划审查的原始病毒株加 BA.1 的变异株研发的次世代疫苗。他们跟其他国家是比较不太一样啊。那美国是用 BA.5 跟这个原始的疫苗株的一个双价疫苗，它的动物实验的资料，再加上BA.1的这边的临床试验的资料，然后最后给予核准的 EUA 的其实是那个 BA.5 的这个双价的一个部分哈，还是会依照原来的规划进行哦，只是说这个美国的部分他们的做法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哈，所以我们也还在观察了解当中。另外，有学者预估年底疫情可能会收煞，原因甲 BA.5 感染了后症头较轻有关系。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讲，即马除了流行的 BA.5 以外，印度有 BA.2.75 甲 BA.2.76， 甚至中国有报告 BF.15， 这拢代表抑有新的突变陆续产生的可能，也是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仔日中昼，中国有一台民间的无人机飞到金门西苏，禁限制水域的天顶。咱的驻守部队有解警示赶袂走，就甲这无人机射落来。总统蔡英文搁再强调，面对中国一直恐吓台湾，国军会用强烈的反制措施。美国白宫也针对着台湾，国军用实弹甲这无人机驱离表示支持。中国无人机真侪摆请教金门马祖，国军顶日开枪赶离，初一阁有一只民用无人机进入西苏禁限制水域顶面，驻守部队示警赶离无效，进行防卫射击，后一摆将无人机拍落来，落地海上。民用空拍机一架进入施予经限制水域上空，驻守部队依程序应处，示警驱离无效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对国军采取实弹赶离无人机，中国批评能够制造紧张的气氛。美国白宫表示，台湾的犹律符合情理。蔡总统早起出席军人节表扬大会，表示中共透过无人机侵扰等枪对手法结合人敌战，继续对台湾武武恐吓，国军会采取强烈反制措施。我再次的强调，我们不会挑起争端，但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国防部用43亿买中国已研发的无人机防御系统，共款采取软实手法，会当让无人机无受控制，也会当发射拦截网。要过112年，才会建立伫外岛。要安怎度过这个空窗期？学者表示，硬实是下策，定用干扰枪才是上策，会当避免事态升级，不会造成两岸关系的这个就是说升温。毕竟中共才是挑衅者，使用这个干扰枪为主，就是进行电子干扰，让它迫降。那第二个，未来可能也可以考虑，就是导入这个捕捉用的无人机。国军将无人机拍落来，敢是会互两岸无清楚地带冲突相关组军事规矩。学者指出，咱国只是顶下无两步的地线，台海犹原无平静。中军达港扰台，海军也罕见对恒春外海的不明船只进行公布管理。船不明船，这是中华民国海军呼叫，请回答。中军初一方记录到派出运8反舰机等，分提出进入咱国西南空域。根据统计，共计8分达港扰台，也互两岸情势继续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联电创办人做形成今仔日开记者会，互大家看伊拄摕到的中华民国身份证。伊也讲已经放弃新加坡的国籍路。伫记者会顶头也说明进前讲要捐30亿来投资国防。今仔日即马讲也要来先摕6亿，3档内咧，慢讲会当训练出300万的民兵，也要开4亿来训练30万的民间的枪手。我觉得很兴奋啊，所以很高兴，人家不会说你外来势力干预，对不对？联电前董事长周兴成秀出台湾身份证，再次表达对抗中国决心。回来台湾会死在台湾那么我绝不会活着看到中共把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穿蓝色防弹甲，桌顶也阁放着一顶防弹军事头盔。桌这两边徛2名维安，挂防弹公事包伫边仔戒备。自从宣布捐30亿协助台湾国防了后，伊强调无任何政治目的，为了防止中国侵台做准备，包括投入6亿经费，第3年来训练出300万名乌鑫勇士民兵，各资助4亿。训练超过30万名民间新射手，训练出300万积极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我们称之为黑熊勇士。这个计划我会资助6亿元。另一个计划是尽速训练出30万名以上的民间神射手，我愿意提供4亿元。另外，对于外界关注2024年总统大选，未来台湾总统应该具备什么款的条件？伊先强调，家己无参选的资格，强调台湾上珍贵的是民主制度，竞选制度比选出优秀领导人更加重要。我也不会期待台湾有个伟大的总统，可是我们期待台湾的各种制度。所以我回来提醒大家，这个抗共保台之外，我也会努力在司法上做改进。另外，对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中国会见对华高官，伊讲表达台湾政权伊支持，也毋过重提9二共识，伊表达无认同，强调两岸情势甲以前无共啊。记者综合报道。
全台湾有13名死刑犯向总统请求赦免，无得到回应，因为委托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总统蔡英文核准特赦或者是减少因的刑期。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特赦或者是减刑是宪法予总统的专属职权，行政法院无审判权裁定驳回。这提过的死刑犯内面呢，有的人是主张家己有精神或者是智能障碍，法院是袂当给判死刑。总统就爱刑事赦免权，才符合公正公约的保障意志。另外部分的人是强调，台湾批准人权两公约了后，总统应该爱有效保障，让一寡判死刑的人有赦免的权利。不过专案予法院驳回了后，也是会当来抗议。中部有检警宣布抓到一个柬埔寨人口贩卖集团，因吸收白牌车司机提供办护照，为做这个疫苗小黄卡的服务，已经甲20个台湾人拐出国了。另外，伫南部警方也抓到一个假做提供头路的诈骗集团，特别到上百人受诈骗，这诈骗的金额也要到1亿。穿白衫这个姓朱的人口贩啊干部，也甲穿蓝色衫啊姓林的司机，全部互警方移送法办。这个人口贩啊集团伫柬埔寨成立公司，用办理贷款也是假交往的方式，招台湾人去柬埔寨，甚至吸收白牌车司机，负责安排带数办护照、假造疫苗小黄卡，接送坐飞机出境全套服务。调查发现，今年6月至8月，已经成功载20个被害人出国。那确认出关到达柬埔寨以后。每一位遭诈骗的民众，那这个朱姓男子等人可以获得3000块的美金。后续我们会再持续清查共犯以及被害者的人数。姓朱的主嫌已经获台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行政院表示，已经组成跨部会救援专案，目前侦破人口贩卖53件，43个人裁定收押，佮协助151个人回国，也佮有103件当由各地检署伫咧指挥侦办。侦破人口贩运的情形，已经到达53件，145人侦办，其中43人。裁定收押。检察局嘛侦破救济诈骗集团，因承租南部透天厝做水房，地面测社团大门征求人才，应援者上门就控制行动，逼因交假金铺提款卡，佮要求签本票甲器官捐赠的同意书。另外集团嘛以假投资的名义诱拐受害人投入大笔金钱。目前被害人的部分我们清查有近100人。所以整个被害的金额损失其实已经有到近1亿元了。犯嫌依诈欺、洗钱防治法，还有妨碍自由伤害以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来解送来地检署来侦办。警方甲17个诈骗集团成员移送桥头甲新竹地检署侦办，其中4楼的嫌犯等6个人，互法院裁定羁押。检警当日找源头，要查幕后金流。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有查到一个叫做阿宪的移工，10年前纳予中人台票30多万，才会当来台湾做事。落尾伫台中一间铁工厂伫咧食头路，也因为这30多万毋是一条小数目，所以就想要趁一寡外路啊，甚至佫结酒伫咧面册顶头杯。高雄专勤队伫伊住的所在敲着30盎头家的酒，也甲这个移工移送法办。报访东港人家差点气氛，这名化名阿宪的越南籍移工，合法来台工作已经10年。也不过，伊除了本职是铁工厂员工，也兼做搬厝工、分送庆典 DJ， 甚至输假酒气味。伫伊住的所在查到成品、半成品400公升。专勤队也发现阿宪成立面册卖酒，也替同乡中介工作，媒合跨国婚姻，意思是合法申请来台，国外中介费伤悬，互阿宪感觉月期2万外欠不到钱，佮加上将要期满转去，所以一直兼差。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国外期间想要来台工作，除了国外中介费，国内也有卖酒开销。以越南期间为例，国外中介费大约代表30多万，来台了后，月期扣除固定寄登记厝的钱，逐个月也搁扣1000多块支付台湾中介。佮靠加大的费用，落健保费等，留伫身边的钱真正无济。外籍移工未经雇主申请许可，不得在我国境内工作，亦不可从事许可目的以外之非法工作。分期付款还这个所谓国外的仲介费以外，每个月还要交给台湾的仲介固定的，第1年1500，第2年1600，第3年1700，还要再扣那个每个公司的善诉费用。收
收入上其实是很少的。不过高市专勤队表示，阿贤虽然合法中介来第2工，不过未当从事许可无着以外非法工作，防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就业服务法、甲列出国参移民法等罪嫌，而且主管机关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中国疫情搁再举起来咯。昨四川新增加本土病例是上济所在，有132例。成都也下令所有市民对9月1日开始就要点滴处理，而且全部的人拢要做核酸检测。另外，伫深圳昨暗也强强宣布讲，对9月1日开始，若准是无必要就袂当离开深圳，背书是要封城共款。就台商表示讲，这生产停起来呀，物流原物料拢冻掉的，会影响到因的产业。现在买菜咋子买嘛？人都挤不进去了。这中道市场人真多，客家10桶桶，赶紧一摆将所有物件买交全。刚结束半个月限电令的四川首都成都市，考虑疫情，初一下令为即晚暗时6点开始，全市居民原籍居家，为何逐工就一个人用出外，伫附近买物件，就算官方无讲清楚，毋过政策一出来，市民就烦恼，甲实际封城无啥物无共，真侪所在拢出现抢买物件的情形。医护人员每日户采检，因为成都确诊数欠悬，不止严格控管进出，为初开始一连4天，所有市民拢爱做核酸检测。另外，伫广东深圳近1点头拢关门，地铁站也将铁门摇落来，考虑疫情搁滚大。深圳市宣布，初开始非必要不准离开深圳，进入准封城模式。中国各地连续加大防控措施。虽然鸿海发声明，成都厂区正常营运影响无大，不过外界拢烦恼，对当地大资企业可能有影响。只要是有厂的，它就会影响。第一个，你的生产产线，你可能1天2班或3班的，你就必须得停止。员工无法度交班，不止产线被中断，物流未当配送也真做问题，搁面临原料缺少这个连续无奈问题。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上海、深圳、中村、吉林过去拢封城管理，即马就惊解封遥遥无期，所以个产业明显冲击，恐惊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巴基斯坦伫咧做大水灾，造成1000多人死亡，100万栋的人家厝受损害，3300万人受到咧水灾影响。虽然这已经是3天没落雨了，不过巴基斯坦还有1/3的土地浸伫水里。当地官员也估计讲，这灾区可能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整理。有这气候专家认为讲，亲像即款的极端气候，因为地球暖化效应增强，会愈来愈接出现。巴基斯坦这个热天的季风降雨所带来雨量甲灾情，较早拢毋捌拄过。大雨已经停3天啊，不过灾区也是规个拢淹大水。南部信德省印度河沿岸的农田全部雨水淹去，面积达到100公里宽，看起来那亲像新形成的来落雨。And what's unusual about this year is basically that amount of rainfall is way more than would usually be expected. So on average, it's 5 times more than would be expected across the whole of Pakistan. In some regions, we're maybe seeing 10 times more rain. 官方估计，这个大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桥甲铁公路也是农作物总价差不多100亿美金，100万间厝规个毁损，3300多万人无厝通住，灾区四界拢遭天道布防，灾区欠缺清气的饮用水甲食物，马拉利亚、落疝甲可雷拉、皮肤感染者的病例拢增加。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发动1亿6千万美金的紧急援助经费，包括政府是加派医疗团队前往灾区救援。The whole village is washed away. They don't have a shelter. Like their ready crops were destroyed. I'm even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tagnant water which is in these locations now. It will not even allow the communities to plant for the next season. So they probably will miss out another planting season which is due in October. And if they miss out that season, we will also have some mo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in country, not only for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but even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更加可怕是气候专家指出，像这种真极端的气候灾难，因为地球暖化效应增强，出现的机会会愈来愈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讲到这极端气候继续伫美国出现之前，加州热气气颠倒互森林野火烧女王。伫旧金山有鱼仔食到这有毒的水草啊，说是大量死亡。州长纽森也呼吁民众着爱准则用电。另外，伫密西西比州的大水破坏着净水厂的处理系统，害民众无水通用。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顶礼拜六破纪录的大水河引起大水，当地老旧的净水厂受损，4位18万居民无清洁水的动用，进入卫生紧急状态。低水压造成桥尾桶也是拍火拢成问题，公立学校改上网课，各地水车甲管仔水分发站车牌甲真长，看袂到前方。It's sad. It's sad. And I can't even afford to move out of Jackson. 拜登总统32日批准美州州长的紧急状况声明，希望投入联邦力量协助重建。事实上，问题存在真久，净水厂长期人手不足，欠维修。当局7月下旬就下令杰克逊的居民自来水爱煮滚才会当啉。另外，也有更较久的老旧水管因污染的问题。杰克逊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减少，目前8成居民是黑人，其中1/4是贫户。电风水期减少，地理失灵，居民真受气。The governor not caring, the mayor hiring incompetent people to run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 city that has poor schools, poor roads, grocery stores running out of food, and no water to drink. I honestly don't even want to bathe my baby in Jackson's water. 西番加州是旱日热浪地区，南加州甲中央山谷已经发布高温警报，这礼拜较晚将会拖到北加州。州长纽森甲电力公司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洛杉矶有职工为家友发送冷水甲粮食支援，动物园用冰架甲冲水替动物仔降温。旧金山湾区有名的景点梅尔特湖，大量鱼仔尸体放冲到岸边，高温之下发出恶臭，专家表示可能是因为有毒的藻类过度增生，随之油氧化所造成。但拜六热浪来袭，情况可能更较恶化。公司新闻是非常编译。欧洲上界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对罗西亚拍乌克兰无偌久的时间，因着去占领这个所在到打路，而且附近也发生几落界空袭甲战乱。为着要深入了解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甲安全状况，国际关注令总署由署长格罗西亲身带队去到扎波罗热，要来确保这核电厂的安全。IAEA 人员由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出发，向南行向扎波罗热核电厂，这个全球排名第9、欧洲排名第1大核电厂。自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了后无偌久，就由俄军掌控到即马。乌克兰真侪摆指控俄方用核电厂做掩护发动攻势，周边地区炮轰甲空袭，拢是俄军所做的。不过，俄罗斯也指控乌克兰借炮轰造成核电厂危机，同时伫 IAEA 要到位进前，阁想要偷渡武器，要伫 IAEA 到位了后制造破坏，对双方互相指控。IAEA 强调，到当地就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同时确保核电厂的安全。The IAEA is moving into the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As you know, we have a very, very important task there to perform, to assess the real situation there. We are able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presence or a continued presence, better said, then it's going to be prolonged. 对 IAEA 建议俄罗斯表示欢迎，不过乌克兰有无同款的想法。Should be a step to de-occupy, demilitarize the station because that is really very important. 两国无强调不只是核电厂状况，也伫乌克兰南部的赫松。乌克兰表示得到重大进展，俄罗斯是强调乌军攻势是失败收场。另外，这咱第4来自远东地区，13个国家向俄罗斯邀请参加今年的东方自控之日。除了中国被俄罗斯点国以外，和美国看这是印太盟友的印度也派出部队参加。和欧美对是毋是要针对这项演习制裁参加的国家，陷入两难局面。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也就是立委蔡适应，今仔日去互时代力量指控，以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要求伊着爱老实面对。蔡适应表示，论文有通过比对系统，而且符合学术规范，学校才会同意伊毕业的。不过，敢会引起其他政治效应呢？恐惊要继续观察落去。在林志坚科学化的论文争议了后，
民进党家人市长参选人立委蔡适应，即马嘛牵涉着论文的争议，时代力量来指控蔡适应的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比对220张的论文内容，发现讲有超30分的文献，结论抄的比例是33%，而且佫出现达字抄危机8度的情形。针对这些被我们所比对出来的这些涉嫌抄袭的部分，诚实的向国人来做一个说明，不要试图用政治抹黑或甚至指鹿为马的形式来为自己开脱。我的论文总共13万多个字，那我想我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毕业前按照规定都要跑过论文比对系统。那我想论文比对系统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我才获得毕业。国良，斗算！面对指控，蔡适应认为无问题，但是国民党家人市长参选人谢国良，初一伫前行政院长江宜桦的陪同之下登记参选，对主要的对手即马有论文风波，伊无看过蔡适应的论文，无评论，但是嘛强调讲伊家己的论文有公开，足侪人查过。我在这一次选举当中，论文也不是我所关心的，透过我的脸书把我的论文干脆公开来给大家看一看请大家也给些意见，一起讨论。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的话，应该出来跟民众说清楚、讲明白，让这个民众呢不要对于抄袭这件事情有所疑虑，让它在基隆燃烧。因为这摆大选参选人一直传出有论文的争议，蔡适应进前是家人高中的校友身份有一个风波，即马佫因为论文佫一摆有风波，后壁敢会引起佫较大的政治效应，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今仔去登记参选，针对民进党指控伊过去的研究报告涉嫌抄袭，张善政表示会透过律师团告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涉嫌诽谤，意图互人卖当选。他已经提出澄清，而且这个案子在14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结案报告。当时的总统叫陈水扁，当时的农委会主委是苏家全。如果没有完成这些报告，也不可能完成验收结案。那张善政要提告前民进党立委郑宝清，今仔完成桃园市长参选登记了后，也针对着媒体人周玉蔻进行伫咧节目当中质疑伊敢有摕中国钱，认为伊涉嫌甲伊抹黑，要甲伊提告妨害名誉、违反选拔法等等的这罪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今仔日去参选登记，无党籍的黄珊珊今仔日也发表头一场的政见，也讲希望会当和对手一礼拜辩论一届。另外，民进党的陈时中今仔日是出席社会福利活动。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初一带领12个青年，骑铁马到台北市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台北市长。在媒体访问的时，伊也针对前一天黄珊珊邀请对手电视辩论，提出伊的想法。我每周都固定会公布我对于台北市政的政策，接下来也会持续端出牛肉。黄副市长也可以清楚地告诉市民朋友，他跟柯市长的市政方向有哪里不同？新的名片刚刚问世的。在同一天，黄珊珊也在大安区的竞选总部发表伊的第一项政策，提出首都进化双特线的概念，讲要让台北市各区拢有发展。面对这期若是选调，市政敢会有现任市长郭文天的影？伊讲市政本来就是按照现有的基础继续行。我想市政建设是累积的，就像对面的大巨蛋一样。它就是留下来了，你就是要处理啊。如果没有利的，本来就该取消；如果有利的，当然要继续执行。另一边，伫艋舺北批寮，民进党陈时中参加社福活动，针对前一阵仔推出社会福利证件，互两个对手认为是无实际、佫野钱的政策。陈时中讲有意见都会使讨论。是一系列的，那有计划的，在政策上能够帮助我们在有新生儿的爸爸妈妈，让他们能够在生育跟养育的时候能够更安心。台北市长选战三脚督严肃交锋，市民嘛咧等待候选人提出实际的政见具吧，进一步接受检验。记者郭文祥随社会认证派文台北报道。
因为土地弊案已经去向起诉的宜兰县长林姿妙，今早起9点去登记参选。林姿妙的支持者也话讲，司法迫害未审先决判会挺林姿妙。民进党的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恩是早起10点去登记。江聪恩的支持者是话讲换掉正正林姿妙。江聪恩也强调，伊绝对袂互亲人来管代志。千万不要挑起冲突，我们不要主动挑衅，我们也不接受别人的挑衅。共党议员呼吁支持者理性警方是为真相严阵以待，因为宜兰县长林姿妙甲对手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恩，拢选伫同一天登记参选，两人造势活动拢伫县议会，只隔1点钟，好佳在无造成冲突。不过双方炮火正猛，民进党批评林姿妙贪污官司，国民党话司法迫害。因查某囝介入县政，为着要互伊的亲情减112万，为着要互伊亲情赚30万。减掉成为执政党打压异己、政治追杀的工具。林姿妙造势活动人未少共款牵涉贪污弊案，互检方调查的囡仔，也伫现场协助活动。面对对手这起官司，林姿妙讲，家己简单做人，认真做代志。对囡仔出面协助伊，是因为因的老爸无伫咧啊，所以勇敢做对的代志，为乡亲服务。做人认真做事都世世代代啊，因为爸爸的不在，所以他们就勇敢的做对的事啊。绝对不会让家人干政，嘛袂有贪污无能，变做宜兰的建设。江聪恩是伫共党的立委等后边，担心着顶南陪伴之下登记现场化换县长，下届林姿妙等的口号。伊讲做县长绝对袂互亲人干政，也袂互贪污无能，互宜兰无民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新会期报道日，朝野拢认为这警情使用条例就要赶紧修法。另外，也立委关心各项预算，包括着海军打造国艦的计划，敢有去签到一部分。另外，所谓发展部明年总预算超过200亿，引起在野党集气是伫试办军。部长唐凤今仔日确诊，下晡也透过视讯说明预算用途。立法院第10届第6会期的报道日，新会期的重点是放伫所谓发展部的预算。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批评，预算还未通过就先开幕，是真无妥当。预计明年预算是编57亿，加上前瞻的基础建设160亿，总共217亿。足够的理费嘛要1000万，话会较紧6号开始审查。但是所谓部长东方车，伊是传出确诊，嘛透过线顶来说明。非常大的部分是关于普及的街区。确保说偏乡啊等等地方都有通传的设施，那这个都是执行了非常久，执行好几年了。另外，台南的台警案嘛引起各大的讨论，关心讲警察用枪的时机，大家认为警戒使用和越野敢会较紧修法。台南市的远警的警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也希望从它的根本大法，比如说是警察法，就警察的这个人力的配置跟他的预算上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新会期是预算的会期，明年国防整体预算是5863亿，是创历史新高。针对中共无人机侵扰金门、马祖嘛，洪认为爱修法。相关军购设备的一个采购，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应付我们现在这个多元的这种战争形态的一个应对？最近这样的一个入侵的形态、入侵的形式或者频率也不断的增加。所以整个政府在做法上的确有必要做大全面的一个改变。针对国军是起4500吨的新一代的飞弹顺风弹，但是原型弹的计划已经延续1年，为着保海上的战力，海军是研究代替方案，在预算无变的情形下，将原本的建案改做2架新一代的轻型顺风弹，并在明年预算嘛变作审查重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进前通过晶片法案，提供补助企业投资，也有想要对抗中国意思。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有影响力。专家提醒讲，虽然是有正面效益，不过也是要注意人才会走去美国，还有国安问题等等。另外，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斯在去加总统蔡英文会面，杜斯强调双方拢是全球半导体领导者，也讲到台积电会伫咧凤凰城投资美金120亿。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斯带团来台湾，找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因为台积电伫美国设厂，就伫亚利桑那州，搁要伫凤凰城投资120亿美金，兴建新的半导体工厂，会创造2000个工作机会。Arizona and Taiwan are global semiconductor leaders, and it is in this industry where our partnership is the greatest. 总统蔡英文表示，台美共同打造安全有竞争力的供应链，共同产制民主晶片。即马美国通过晶片法案，若提供补助，要抵抗中国的意思，对台湾的产业有甚物影响？立法院举行公听会，专家提醒，虽然有正面的效益，不过嘛要注意半导体人才的培育甲招募。预估呢会提到对于人才的需求，那这的确呢会对于人才的这个竞争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晶片法对台湾抗中的压力比较小，未来 Chip 4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压力点，所以我想台湾的半导体以及政府还是必须要去因应这种未来的发展。专家提醒，要注意制停资讯甲人员三安全问题，才会当加强台美合作。那对外投资，政府嘛希望吸引国际大厂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让 A 级的大厂到 A 级的基地来进行整个大 A Plus 的产业优势互补跟互助，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高科技研发中心。苏贞昌表示，外商持续增加伫台湾研发投资金额，今年已经达到240多亿，创下历史的新高。持续透过补助、人才、租税这3方面，争取大厂来台湾，提升台湾的关键战略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去年的东京奥运拼出有史以来上界好的成绩。迄当时的体育署长张少熙因为代表团上务舱的防跑问题辞职落台，署长由教育部处长林廷高来代理。不过，这署长却是无新的人选，创下有史以来代理上久的纪录。东京奥运一年了后，设为东奥国手为台湾运彩翕全新的形象广告，感谢所有人同齐挺体育。只是传递说，我自己在比赛的过程中，也是传递到所有国人大家的力量。为安怎买运彩是帮助体育，因为运彩民国97年发行到今，每买100块就有10块投入运动发展基金。去年冬奥后疫，投入文化基金达到46.6亿，光是体育署的小金库也无过分。关心体育署发展之外，外界也烦恼。体育署长110年9月初2起，由教育部处长林定高代理到今1年啊，佮安尼落去，真正刚好。我们代理署长也非常用心，真的是非常努力哈。他跟我们开会，每一件事情都叮咛得非常仔细哈。那也让这一年来，让我们体育能够稳扎稳打。教育部表示，体育事业务有高度政策性甲专业性，接至人选需要检举行政能力甲体育专业，继续斟酌体育业务发展方向甲当前施政重点，积极找找定选适当的人才。民进党立委刘廖万坚指出，林定高代理署长政策沟通甲跨部会协调顺畅，也毋过代理袂使长久，署长启动组织再做，互体育署登到立级单位。他掌理的是全国的一个运动的最高的主管机关嘛，这部分其实我是呼吁行政院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宜再拖了。无正式体育署长已经满1年，自介立委看不落去，体育界人士私底下感叹，国家所谓的重视体育发展，敢讲只是讲而已。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资源回收的效率，环保署今年开始规划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其中为着要让生产废弃物的业者担起责任，卖对因来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民间团体是希望讲，这寡钱会当使用来补贴伫咧前线回收的情况。台湾推塑资源回收已经25档，不过回收的物件不是逐项拢真好处理，所以环保署会对产生废弃物的业者征收回收程度处理费用，来补贴处理回收的厂商。一回收废弃物，那它的制造者、输入者就要按照公告的费率缴交回收清除处理清除处理费，然后呢作为我们的基金，这基金呢，其中呢大部分呢是用来补贴呢我们的回收商跟处理商。今年开始，环保署草拟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按算加对一寡产生事业废弃物的业者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提升资源回收体系运作。初一立委洪新汉召开公听会。
民间团体伫会中表示，希望这个基金会使真正补贴予第一线的回收人员。主要是因为回收基金目前只补贴上游的厂商嘛，所以下游的厂商其实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补贴，他没有办法反映适当的营运成本，所以导致他们必须要把价格砍得很低，他们才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也有连带影响到更基层的回收者。一些都市化的地方土地又越来越贵，所以回收商他可能在都市地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往偏乡。然后这些拾荒者、这些自收个体户要走更远，他才能够变卖，然后他卖的东西又更少。针对民间团体的诉求，环保署表示，因会加强稽查，恢复征收来的基金，转予顶游厂商家己接去。记者林世浩、小桂林台北报道。中秋特别到了，因为这送礼人增加，这货运量也是变真多。亲像邮局的业务量最近增加4成，不过安全是上界要紧的。花莲邮局今仔日就办理宣导交通安全活动，要求邮便师也爱遵守交通规则。这是花莲邮局专门咧整理各种包裹的所在，邮务师应该这个货物甲分类，然后甲送上车，甲寄出去。甲看这差不多拢是中秋节的礼物，干那分类都要整理得几多点钟，这个货物比平常时加4倍。货物送得完吗？送不完还是要送。基础上都是什么？柚子啊、礼盒、月饼啊。为着要保障邮务师的行车安全，花莲邮局特别响应交通部111年交通安全政策。要求讲，因若是过路口的时阵，都要放较慢的，爱搁让行路的人先行。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安尼来做。事实上，工作是一定要做，但是我还是一直叮咛我们的同仁，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那对于这个量的增加，我们用加派人手的方式来应对。不是个要寄的批甲货物遮尔济着，即马行车搁放较慢的，安尼是不是会互因做甲真晚？民众嘛替因感觉唔甘。会很累，而且回去的时候还要再排信啊，有时候可能会搞到要加班这样子，5点半加班嘛，到7点半。过节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种民众的需求大量增加，他们就会很辛苦。花莲邮局强调讲，过节唔若讲邮务师真辛苦，其实各种送到厝的货运拢别量，搁较济这个货物要是比袂到行车安全，搁较重要。制定规范，就是要让大家拢较安全的。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有真侪民众会烘肉，而且也会烘这蛤蟆。讲到台南的蛤蟆产量是全国第2多，最近这价少较起，因是互表示讲，因为今年雨水有较少，所以这蛤蟆饲了真肥也真大粒。手伸入去鱼运内底好，粉桥是大粒又搁水。这个伫台南7股饲粉桥的鱼运大概1架外，预估今年会当收1万斤。目前收的价销是50块到60块，养殖业算是有趁小块。粉桥的产量比往年好，主要就是较无咧变大雨，养殖的环境较稳定。今年的台风都是擦肩而过，都是微降雨，可以对我们来说是调整盐度会。让五个长得比较好，应该说比较稳定，在平均值啦。目前好像坐落在50到60之间啊。你大颗的数量越多，价格会越高。今日去市仔内底，粉桥按照分类，一袋斤伫130到150，愈大粒愈好卖，价销也较好。而且要中秋啊，价销也会出现变化。1斤到150，150。我不觉得这个通常都做150、140安尼条吗？台南市粉桥的面积大约3200公顷，年产量是12000公吨，全台排第2。虽讲价销有较好，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头家讲生意无早前好，也若做花市的虾仔，价销也是较稳定。今年蛤蟆粉桥的价销拢是较悬，愈接近中秋，市场的需求就愈大，就看民众安怎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甲义德的沿海地区有真侪温仔，为着要推动这渔电共生，台电伫嘉义县布袋国中附近要起一个变电所，不过无事先召开说明会，时间的噪音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因按里面31来到电工所加施工地点控制，要求台电爱暂停施工。民众去抗议布条大声喊停工，嘉义县布袋永安里的里面，伫布袋电工所头前顶前抗议台电无任何通知甲说明，就私自起变电所，而且公所嘛无任何作为。动工啊，动工遮久咯啊，动工遮久，等伊柴得摆啊出来，
我较知影讲伊也要开店面所啊，无找摆啊出来，阮就唔知啊。你向阮代表的拢唔知啊，哦，伊这足嚣张的啦，哦。民众不满施工的影响，甲变电所未来安全性，台电拢无事先来说明。电工所赶紧联络施工单位出面说明。里面希望无讲清楚进前，爱2年停工。这因为我也讲这个是电啊，我拢无了解，这居民都不了解，所以会恐慌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叫电力公司帮我们解说。听过代表会甲居民的反映了后，施工单位同意暂时停工，嘛且里面先讨论要反映的问题，暗算伫9月初2举办座谈会，希望会当解决地方民众的烦恼。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云林县老年人口呢占比有较侪，需要复健的病人也真侪。伫北港妈祖病院最近也引进一项会当帮助复健的机器人，帮助病人做动作，刺激大脑。咱做回来看卖。原本倒手因为受伤，手无法度站起来，但是若双手穿这种手部外骨机器人来做复健。当正手站起来时阵，倒手嘛会当透过电脑系统对来训练，患者用这种的辅助方式来刺激脑部动作，提升手部动作。肌肉比较无力、没有自主动作的一些患者啦，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借由那个机器的力量，让他想起他本来应该做的一些抓握的一些动作，就有一个生物回馈。那种科技的辅佐的话，因为帮他受伤的部分那有动作比较自然啊。云林沿海老人人口多，有真侪中风、外伤等等的患者爱长期做复健，但是过去传统复健的效果有限。最近北港妈祖病院引进外骨机器人，透过微型摩打甲电脑定式，会当协助患者复健的成果。脑部创伤或是脊椎受伤，甚至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会中风的机会。那像他这样子的，可能需要上肢、下肢的复健的机会更多。那我们引进这一套特殊的仪器，其实可以协助他们，除了传统的复健之外，配合智慧的医疗，让他们更有效的去把他们的这个上下肢的复健做得更好。北港妈祖病院表示，偏乡地区引进智慧科技外骨机器人，让患者唔免阁走一段路去外县市做复健，提升民众复健的意愿，嘛会当帮助患者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机能。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